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密，听声音听下来，开启你的课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被告阿凯翔，检察官起诉你涉嫌严重剧透。关于本案，你可以保持缄默，无需违背自己之意思而为陈述。本案为强制辩护案件，依法已有律师到场为你辩护，但你也可以选择由自己委任律师到场辩护。另外，你也可以请求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以上的权利你都了解吗？了解。被告，你对于检察官起诉的犯罪事实是否认罪？我不认罪，我没有要严重剧透的意思。详细的情形，我想请我的律师帮我回答。你以为你念鼻音你就可以不用认罪吗？你以为你今天鼻音就可以当辩护人律师吗？我现在是辩护人律师。阿凯翔没有剧透的动机，当天被告只是用客语教大家剧中的关键台词而已，没想到他不小心把凶手的名字说了出来。我是无罪的，我没有剧透。等一下请问你现在是黎明顺还是一颗梨子姐姐？我觉得你今天声音蛮像黎明顺的。你这样一说，梨子的梨。等一下，你这样一说，大家肯定可以猜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剧就是八尺门的辩护人。是说，我题外话一下，我觉得李明顺在里面演的好好哦。我觉得你刚刚饰演2个角色也好好哦。对啊，因为没有办法真的去演戏，只好自己在这边用声音演一下2个角色。我刚刚演的是对，我刚刚演的是审判长跟辩护人律师。回到今天的主题啊，很多人可能都觉得法院法庭是离我们很遥远的地方，但是这几年越来越多法律相关的影剧作品，好让我们透过这些戏剧呢，或多或少认识了一些法庭规则或是法律的用词。对，像是呢，被告可以保持缄默，刚刚你有讲到，有，还有这个被告可以找委任律师，你刚刚有讲到，对，还有被告是否认罪，你刚刚有讲到，对，这些连我没去过法庭我都知道这些词，感觉蛮生活化的，感觉很常听到，对不对？对，好，我们这些跟法庭啊、法律相关的戏剧我们是被归类在律政剧，就有 legal drama。律政剧呢，通常演的法律诉讼的各种阶段。你刚刚那个 yes 是什么？Because you speak English， 我就想说用 English 回你。好，就是我刚刚说律政剧通常演的是那种法律诉讼的各种阶段，有陪审团的故事，有律师事务所里的故事，或是法庭上检察官跟辩护人之间的这种攻防战，有没有？哇，好好看。还有一种跟律政剧有点相似的这个戏剧类型叫做刑侦剧，因为这2种类型都会出现像什么被害人啊、嫌犯啊、警察、律师啊、检察官、法官等这样的角色。但是那个刑侦剧大多注重的内容是调查案件、追查凶手和破案的过程，这是律政剧跟刑侦剧2种类型最大的差别。所以刑侦剧跟律政剧是有不一样的。对，一般人可能会搞不清楚其实没关系。但是如果以剧来举例的话，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的半泽直树吗？男主角芥雅人呢，他在2012年，就是他有个日剧叫做《王牌大律师》。有看过吗？有啊，我超喜欢看，我觉得很好看。他演出的这个律师的名字叫做古美门律师，然后他的台词很长，然后呢语速又很快，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他们要演这样的戏，台词很多。我觉得台词多没关系，但是每一句话都很难，因为你真的要背那些条文。对，这个真的很难。对，然后这部日剧呢，就是律政剧的代表作品。后来呢，古美门律师呢，他实在太红了。对。我们现在上网查，你可能还会看到被翻拍成韩国版，对，所以在 OTT 平台也可以看得到。对。那而且律政剧的戏剧作品还有个特点，就是那个故事题材很多都是取材于真实的法庭案件或是社会议题，其实一定的啦，因为不可能都是虚构的嘛。例如像是韩剧《少年法庭》这部戏看的时候我真的很揪心，我觉得真的拍得很棒。第1集里面呢，那个杀害女童案件其实就是真实事件仁川女童案改编。
对，真的很好看呢这一部。还有我们之前推荐的有没有？你还记得吧？非常律师吴永武。好哦，你看哦，其实里面有提到那个案件是从那个野放的海豚或是脱北者，都是韩国社会一直在讨论的真实议题，所以呢，观众就可以跟着剧情一起认识这些相关的议题。没错，那我也是呢，透过这个吴永武才更了解，还有更认识在面对不同的案例啊所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律师他要想很多的方式去尽可能的协助被告或是受害人来辩护，像是刚刚一颗梨子姐姐有提到那个脱北者的案例，对，它其实是真实案例，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只知道说他是脱北者，然后是被告人，但是透过剧中来呈现我们在现实中看不见，然后还有一些令人动容或是值得被反思的一些故事，对，这些都可以看得到，真的。所以重点来了，噔噔噔噔，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聊一下呢，这个八尺门的辩护人。导演以真实案件为故事原型，再结合台湾的移工议题，引起观众热烈的讨论。那我们现在就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八尺门的辩护人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先来个海浪声。Let's go。一则看似去平常的暗晡，基隆八尺門的海邊國策，來嘅一類印尼移工。一個看似平常的夜晚，基隆八尺門的海濱國宅來了一位印尼漁工。佢此時阿美族一屋30年過後，本人捉起來。他殺害阿美族船長一家3口後被捕。同樣係八尺門當地部落嘅男主角唐寶基，係一個有經驗嘅公殺騙夫人。本人派來愛維亞嘅印尼移工來做騙夫。同为八尺門當地部落的男主角童寶居，是一位資深的公社辯護人，被指派要為這位印尼漁工進行辯護。除咗愛面對嫌犯反而唔同嘅問題，部落嘅眾人面對童寶基都唔諒解。除了面對兇險語言不通的問題，部落的族人也對童寶居非常不諒解。當為難嘅童寶基一調查就越發現，一案件的背後官商糾結的真相。陷入難題的童寶居越深入調查這樁命案，越牽扯出案件背後官商勾結的黑暗真相。有沒有？光聽這個劇情簡介就知道，這部戲裡面出現的角色是符合律政劇的設定。對，你看有被害人，有被告，對，還有辯護人等等等等。那為什麼這部劇要叫做八尺門的辯護人呢？除了男主角呢，他有擔任這個辯護人這個工作之外，戲劇一開始有一個滅門血案的地點，就是位於基隆中正區還有和平島一帶，俗稱八尺門的這個地方。沒錯。那也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哦，在1960年左右呢，基隆港有許多近海或是遠洋漁撈的工作機會。對，當時呢，吸引了不少來自花東地區的阿美族人會搬到這個八尺門這個地方。那他們那時候很辛苦，他們是用簡陋的建材搭起違法建造的房子，有點像是違章建築。其實就是違章建築。對，然後他們就在那邊從事漁業相關的工作。對，那日子久了，他們就跟家人在這邊落地生根。真的，那後來是因為一場大火，那將這些違章建築啊，就全部都燒毀了。對，那政府就原地建造了海濱國宅，就提供當時的居民來購買居住。那其實回到這部戲，我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律政劇的故事靈感常常來自於真實案件，對不對？沒錯。那導演唐福瑞也分享八尺門的辯護人的故事靈感，其實是來自於1986年的湯英伸事件。這位18歲的周族原住民湯英伸呢，從嘉義北上工作，本來想說到餐廳打工，卻誤入求職陷阱。他被介紹到洗衣店工作，就每天上班超過17個小時。然後身份證也被扣留，莫名其妙就背上債務，最後是連辭職也不被允許。那他最後就是忍無可忍，那為了要拿回身份證呢，那湯醫生就在喝酒壯膽後就到雇主家，一言不合就殺了雇主夫妻，又誤殺了幼兒，最後被判處死刑。
那这个案件引起台湾社会对原住民议题的讨论。我其实当时在了解这个案件的时候，我其实心里真的是蛮难过的，因为它其实真的引发了蛮多的讨论，也值得引发这么多的讨论。对，那导演呢，他在以汤英伸案件为原型时，他也有思考到现在原住民的处境是不是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或是现代社会有哪些族群也面临了类似的问题。然后呢，导演他在进行多年的田调之后，才决定在八尺门的辩护人里面，以东南亚移工的议题来作为主要的故事背景，然后去让大家可以透过剧情来讨论啊，或是关心我们东南亚移工的困境。而今天的主角啊，东南亚移工朋友，是因为台湾政府为了解决产业劳工短缺的问题，在1992年呢，正式立法引进国内，一直到现在已经有31年了。目前全台湾的移工人数已经到达74万人，很多。Holy 妈祖，真的好多！我走在路上擦身而过，这样算一算哦，30个人就会有一位是东南亚的移工。你数学不错这些移工啊，大多来自于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这几个东南亚国家。他们的身影都会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像是工厂啊、公园啊、超市啊、捷运站啊、医院这些地方。你知道我们每天上班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个公园，你在那公园就会看到非常多的移工。我们说所谓的家庭看护工，就是一个人陪一个阿婆，或是一个人陪一个阿公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像因为我之前住中立，然后我如果在中立搭火车的话，在中立火车站的附近也会看到非常多的移工。那现在那个中立火车站弄得蛮不错的哦，就是所有的这些资讯讯息其实不只有中文，也会有一些泰语啊、印尼语这样。然后那附近也有很多像是东南亚文化的一些餐厅。好，那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实在是因为族群跟文化背景的不同，所以有不少人会对他们有一些刻板印象，像是吵闹啊、懒散啊、脏乱啊，这些刻板印象就会让我们跟移工朋友之间隐隐约约有一道那种难以跨越的那种界限。真的，所以我们只能透过更多的交流、认识与理解，才可以减少所谓的歧视与误会。我这几年蛮关注移工的议题，当然也做不少功课。台湾移工的 NGO 团体也整理出移工常年累积的几个主要的困境，这些困境呢，在八尺门的辩护人也都有被呈现出来。首先，移工朋友们的第一个困境就是语言跟文化的适应。对，就像剧里面的女主角 Lina， 不得不说一下这个饰演女主角的雷佳瑞小姐，好厉害哦！对，她演到让我都觉得她真的就是印尼人，真的。那因为在台湾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认识这一个演员，所以很多人看了这部戏之后就会说，这位印尼朋友演得很好。殊不知他其实是一位很优秀的台湾演员雷佳瑞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他的角色其实来台湾就是担任家庭看护工嘛，对不对？没错，他在剧里呢只会讲一点点中文，一点点中文而已哦，却要照顾只会讲闽南语的阿嬷。那因为语言不同嘛，所以阿嬷跟丽娜其实对话很少。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对话呢都很简单明了，比如说阿嬷吃饭，阿嬷不可以，对，就很简单，不会讲太多。对，像我之前认识一位家庭看护工 Tini，也是印尼人。那他来台湾是照顾一位阿嬷，他每天都要陪阿嬷去传统市场买菜。可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的中文就不够好，就是跟那个丽娜一样，然后也不会讲闽南语。那他就想要帮阿嬷买番茄，可是你知道吗？他问不出价钱。也没有办法请阿嬷帮忙，最后连一盒番茄都买不到。这就是连一盒番茄都买不到的故事。那你知道他最后是怎么学习我们的语言吗？该不会是看 YouTube 然后听 Podcast 吧？你说听剧透客语吗？对 ，maybe 剧透闽南语。他后来是跟阿嬷一起看电视上的那个闽南语乡土剧，学闽南语，然后再报名移工的 NGO 团体学习中文，才慢慢改善了语言不通的困境。
然后呢，除了语言的难题，他们的文化信仰跟多数台湾人不一样，也因此造成工作上或生活上的困扰。举例来说，在台湾工作的印尼移工们大多是穆斯林嘛，他们信奉真主阿拉，规定不能喝酒，不能吃猪肉，女性在外面呢要尽量戴着头巾，一天要祈祷5次。不止这样哦，在斋戒月的时候啊，在太阳下山之前也是禁止饮食。说真的，如果在台湾的我们不是很了解他们的文化，就会产生一些冲突或误会。例如像是有的长辈常常会在斋戒月禁食期间叫印尼看护吃东西，因为他怕他们会饿。可是你知道他们那时候其实是斋戒月，对不对？对。像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会拿那个包猪肉的粽子给穆斯林的移工吃，其实他就是想说这粽子很好吃，你吃一下。可是事实上里面有猪肉，他们是不能吃。但台湾人也是好意啦。对，所以你看像这些其实是很善意的举动，可是事实上是带给移工们困扰。像第2集的男主角啊，他到阿嬷家拜访的时候，他就想要邀请丽娜担任这个被告的翻译。对，所以他在当时呢就买了一个礼物。对，这礼物呢是含了酒精成分的提拉米苏来当做伴手礼，而且提拉米苏超好吃。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信奉这个穆斯林的丽娜是不能喝酒的，所以呢当然也不能吃这个提拉米苏啦，因为大部分的提拉米苏里面是含有酒精成分的哦。因此大家要注意，下次送礼前要注意看一下这个成分的内容，不然就很尴尬了。不过呢，其实呢现在很多的台湾的食品包装上都有注明清真认证，所以应该用这个方式也可以方便让大家买到伴手礼。另外呢，也有一些公共空间，它有新增了祈祷室，对，让我们的穆斯林朋友们呢有祷告的空间，像是呢高雄的高铁站，还有新北市的综合图书馆，或是医院啊，或是有些公路休息站啊。我觉得台湾现在也开始注意到穆斯林朋友们的需求，对，然后也对穆斯林朋友们越来越友善了。这真的很重要哈。那我们接着来讲第2个困境，就是台湾的移工政策。其实移工呢来到台湾选择的工作内容不同，要遵守的法规政策也不同。首先，工厂里的移工会受到劳基法的保障，就像我们一样哈，所以就跟我们一般台湾人是一样的。但是像戏里的丽娜就不适用于劳基法，因为它是属于社福类移工中的家庭看护工，适用的是就业服务法。就业服务法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政府单位是一个以方便管理的角度制定相关内容，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的内容并没有与时俱进，就会有些不合理也不合情的地方。例如像家庭看护工1周7天，1天24小时都跟被照顾者在一起。嘛该意思呢？就是说啊，这样的工作模式会造成家庭看护工很难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举例来说，如果阿凯翔你今天是看护工，OK 哈，照顾一位生病的阿公，阿公起床的时候你就起床，阿公吃饭的时候你就吃饭，阿公休息的时候呢，你就帮阿公洗衣服打扫。那阿公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下。哎呦，那听起来其实蛮合理的啊。你看，反正阿公睡觉，我就可以睡觉啦。而且呢，他们都很早睡，听起来很合理，是不是？对。那我跟你讲，看护工都会跟被照顾者睡在同一个房间哦。如果阿公半夜起来咳嗽或上厕所，你就要起来照顾他。所以其实你等于是24小时，其实你都跟阿公在一起。你能够真正计算出你自己的上下班时间吗？好像是对啊，没办法。所以像丽娜这一类的家庭看护工很容易有超时工作的状况。所以这几年呢，移工的 NGO 组织也呼吁呢，把家庭看护工纳入劳基法的保障，期待能够改善家庭看护工的工作条件。黑公吼，如果说是我是台湾版的 Lena， 我可能就是帮阿公拍背拍到5点然后阿公还在咳嗽的话我就怎样？还是要下班。对，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我们现在上班是这样嘛，时间到了，你觉得那就是你的下班时间，你就下班了。可是如果你是家庭看护工，你没有办法说下班就下班。对不对？好，再来是移工陷入恶性贫穷循环的困境，因为这些移工呢，在台湾是做一般人排斥的3D 产业。嘛该意思呢？
就是像是肮脏啊 ，dirty。dirty。我有要你接这个吗？我想说 international 一点，危险 dangerous。dangerous。还有很艰辛 difficult。difficult。 Well done。上次说的这些低阶劳力性的工作做了8年，做了10年，所以其实没有累积到什么专业技术。那你合约结束，你回到家乡，你又会陷入低薪劳动的工作环境，那怎么办？那你就再一次选择跨国工作。所以呢，等于他们将所有的青春岁月都要完全奉献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哇塞，要适应台湾的法规限制，还有文化，还有语言，还有刻板印象。对，哇，真的不容易。不过呢，我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去克服困难，然后展现他们的韧性。我也觉得一个国家对待异乡人的方式是反映出了自身文化的进步。这些异乡人一起来到台湾，只要我们愿意互相认识，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面容，走入台湾丰富的风景。那除了透过八尺门的辩护人了解移工议题，剧中有一句很特别的台词，是导演刻意设计文化融合的小巧思。 Holy Mazo 这就是男主角经典的口头禅。对，因为他的人设就是无神信仰嘛，然后又是大拉拉不拘小节的人，对，所以呢让他以这种混搭的方式，你看有 Holy 又有 Mazo 把这种中西信仰来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的感叹词。这种用法有点类似我们英文在讲的 Oh my God， Oh my God，Oh my God， 你要这么多遍吗？对，因为它有很多种情绪。而这部戏呢，时不时就可以听到男主角在那边 Holy Mazo， 而且还有不同的情绪。对，所以引起了大家的讨论。真的，Holy Mazo 呢，既然是一种万用的感叹词，客家话也有类似的词汇哦。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教大家告台尬夯义万用的感叹词哦。Let's go， 经典的来了。好，我先讲哈，中文，我的妈呀，海陆腔，阿妹哎，那四件腔就是阿妹哎。好，我继续哦，我的老天鹅啊，海陆腔，阿妹哎，四线腔，四线腔是阿妹哎。OK， 好，再一个，我的天哪，海陆腔，阿妹哎。四线腔是阿妹哎。好，再一个中文哦，哎呀，海陆腔，阿妹哎。那四线腔是阿妹哎。听众会不会觉得我们在跳针，像神经病一样，一直阿妹哎阿妹哎？这样好了，我们来教大家情境造句，就会知道阿妹哎是怎么个万用法。例如，如果我们正在看好看的一部恐怖片，我就会说：我的天哪，他连人肉都敢吃。海陆腔就会是阿妹哎，他连人肉都敢吃。如果四线腔就是阿妹哎，他连人肉都敢吃哎。如果我们在看宫斗剧，我的老天鹅啊，这么坏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海陆腔就会阿妹哎，这么坏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四线腔就会说阿妹哎，这么坏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那如果我们在看美食节目怎么办？就是那东西很好吃，我举例一下，比如我天哪，这道客家小炒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海陆腔会是阿妹哎，这盘客家小炒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那四线腔就会说阿妹哎，这盘客家小炒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还有，哎呀，阿凯翔你今天怎么那么帅？海陆腔阿妹哎，阿凯翔你今天怎么那么帅？哎呦，这个我会。四线腔就会说阿妹哎，阿凯翔今天又按眼刀按后看，阿凯翔今天怎么那么好看，那么帅？你现在脸笑这个意思是？那我回馈你一下 ，OK？ 阿妹哎，今天一颗栗子姐姐很强哦，也好美哦，港腔，所以阿妹会真的很好用哎。对，所以按照惯例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客语阿妹哎，海陆腔，我的妈呀，阿妹哎，四线腔，我的妈呀，阿妹哎，海陆腔，我的老天爷啊，阿妹哎，四线腔，我的老天爷啊，阿妹哎，海陆腔，我的天啊，
阿妹哎，四线腔，我的天哪，阿妹哎，海陆腔，哎呀，阿妹哎，四线腔，哎呀，阿妹哎，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把那个声音表情做得很好，可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到客家庄跟一些阿公阿婆聊天，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会。我要试一个没有情境的，我常常听到他们这边讲说，阿妹哎，有没有按钮你？就是用按钮，对，怎么会这样？哦，是要加那个好，那这样好不好还？有我来考你，我觉得你比较会。好，来，你用一下各种情绪来诠释这句阿妹哎，好不好？好，来，准备好了。阿凯翔，明天全国放假1天呢。阿妹哎，骑车不小心被开罚单，阿妹哎，中奖的发票不小心掉了，阿妹哎，入围2项金钟奖。阿妹哎。你刚最后一句是发自内心的吧？好了，那最后呢，大家想听到我们推荐什么影视作品，或者有什么经典台词、金句想翻成客语的，欢迎找到我们的剧透客语 IG 留言，不言亚丢留言给我们。记得订阅科普拉斯，收听剧透客语 Let's Talk。我们下次见，张磊撩，拜拜。颗粒子姐姐，我刚刚想到你知道台湾最早的律政剧是哪一部吗？不知道。我给你一个提示好了。好，这个主角是文曲星转世，额头有一轮新月，面如黑炭，日能断阳，夜能审阴的那位。你这样说真的很明显的，你说的就是有那个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传令升堂的那位吧？对，很符合你年纪的那位。包青天，谢谢。台风来了，是开封。